从前啊，继续来看桃园市长的选情，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轻走基层，修补甲地方的关系。根据着国民党家己所做的民调，张善政是以26.9%的支持度赢陈时中的24.5%，嘛赢林志坚3个百分点以上，甚至赢徐国勇赢11.8%。张善政本人针对着民调小看领先，讲唔敢大意，会继续拍拼，甲这个赢的幅度甲扭大。那民进党这边咧，对这个民调无评论。以前我的部属有好几位都在这边落户啊。捌伫咧较望园区做10多年，回到桃园龙潭和老朋友见面。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过来甲基层盘烂，嘛真注重民调的成绩。根据平民媒体报道，国民党25到27号做过电话民调，张善政较赢连选陈时中对手，支持率有26.9%，小赢陈时中2.4%。和新的市长林志坚，或者是在地立委郑文平，拢赢3百分点以上。拄到最近红点赢参选的内政部长徐国勇，嘛赢11.8%。微幅领先，但是不能轻忽，还会继续努力把这个差距拉得更大。对这个民调数字，红点赢新的市长林志坚无啥看法。我对于民调没有评论。桃园想会出来参选，民进党内也未定案，传出总统蔡英文和苏贞昌要协调过遴选。我不知道报纸怎么报道。近期有很多的报道其实是不是事实？选对会因为疫情的关系近期并没有召开那也没有来和我讨论过选情的情况。无到话打真案，民进党嘛是照行程表行，上紧6月底才会定案。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